沙子海是峨眉海其中一条插洼河，也是峨眉最重要的河坝。在太浦水库做起来以前，河坝水都是几名最重要的水源，都经常看得到榜样水准的微涨。同时，河坝水内生态、树木的种类也蛮丰富，还是保持原菜的样的。人民文化协会理事长姜新军同蔡体乡亲是提给保护河坝6年。不过，认真政策的关系，里面冇作为。河坝都省内路看得到太面的鱼的，更加路看唔到的。故所以能办法通带恁游客向下去了解沙子海的历史生态，还有伊诸多的问题。每希望每得去参加的人，如果去关心自家身边的河坝同土地。善用你这个手边的这个棍子去把你支撑。还是用那。有些地方比较滑，好要注重自己的水流，可以看再往下。行業從那度穿過石路哥，聽能姜成卷嚟到佢講解冇萬年地嘅素材。平的地方是梯田，每一阶段都是梯田。你看当时我们的先民来这边耕种多辛苦，所以更辛苦的话，它里面的水浚引导大概在4、5公里远。提起東起東的，自己望見門裏度兩地都是天的，面頭前看到嘅係白色嘅水啦。常年都是這麼潮濕，事實上都是這種樣子。它是在2個山谷底下，整個生態原始林保持的都是這樣。植被那个郁闭度很高，郁闭度就是你看两边的那个溪谷的那个树冠都盖得往溪谷这样子，那我觉得这一点很棒。沙子海係峨眉海嘅茶花河，係上咗幾面嘅重要水源，據規模本應開發，都見很保留的原始嘅容額。我就未去看過，但係如果我就逢來去看，將來看這個家鄉，有沒有按河為數？所以按来掉来重视的东西，当初按的想法是老向我做建议，你就要按哈做，你该做呼吸、风息互移，好风息互移，我就窗口为又自工为行一行一看。不過因為政策關係，附海附嚟6年過後，出強勢結束，河壩都是前菜都看得到嘅大魚冇睇嚟。我今天都沒看到魚耶。有嗎？很小，就是一樣，就是被人家電光。電魚比那個，你用那個釣魚還嚴重，它都是小，大的全部都沒有的。尤其電魚會把它卵都會弄死掉，所以它要繁殖都會困難。魚從這麼大變成今天看像魚苗，其實這個轉變很快。那我們也很難保證下個2年會不會連魚苗都沒有。這條溪就是一個水，沒有任何的生物。那這是我們想要的嗎？為到海南島嘅來電是老從事沙子海，有成員老了人血，發布辦法圖，老會作嘅帶落來。這條水路其實很多人做研究，然後很多人在做計劃的案子，但是不太有人了解說有一條石子溪。那借由把人帶進石子溪裡面，了解這條河川正在發生的事情，同時也在省思現在很多鄉野間的河川整治是真的應該嗎？或許我們應該有更多的時間跟地方人士去思考。這條溪真的很美，然後也蠻值得來的。那我覺得這個村長在花在這個護溪上面真的是很值得。那也希望後續政府能夠有一些作為哈。能夠讓這種電魚的這些事件都不要再發生，那維持這條溪的自然的風貌。都市裡去溪邊就是抓魚啊，烤肉，也不會走到2個小時這樣走一整圈，然後還爬各種的地方什麼的，我覺得還蠻有趣的。走起來會不會很難？不太會啦。你自己一個人爬完全程嗎？對，手腳並用。你這樣子沿路走過來，有看到什麼動物嗎？有蝦子和魚。很多嗎？沒有很多。
你会觉得其实你看溪好像没什么，可是走起来每一步都很难，然后就发现路上的步伐轻盈许多。对，但这样的活动，我觉得可以让你更贴近大自然，然后也可以更了解当地的人他到底在做什么。帮嘢水准为家建筑上做快山打那个建设，为如何和可内岛提出改面喷粉体系。那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，水流动以后久了以后，那最后变成一个洞，所以这边客家话叫面喷或者就像脸盆一样的。經過環顧仔，好把只見睇到自然嘅偏飛，莫去想象超為去做乜嘅就會做乜嘅，其實就係最好嘅保護。可是像今天走的这个自然的溪谷的两侧，其实它没有太多要保全的对象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水走左边、左右边，然后冲石头或是冲岸，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方向。耐水走落去改变些，该方向会破坏了，希望保持量两下先呢。跟水有强，整个治安的环境还保持到更好。行業好把度落感受到嘅，第自家嘅生活度確實係做到。或許你的家鄉也有一條這麼美的溪，或許我們經由真正走過一回的時候，我們了解這條溪是需要被照顧的，需要被政府去重視的。那我們就用活動體驗，讓這些來都會來的客人去可以更了解這個土地上的問題。藝術咧，就為咗漢那全界了解，發揮漢那大界讓鄉里。我咪為安講，係認為佢講到當天然，韓國做乜嘅做方法呢？韓國倆受顧我咪嘅力量，也當理解越世嘅累積。